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死机了，怎么办？大概是主板进水了，哎呀，都怪我。这样吧，这台我先拿回去修，回头我再给你配一台新的。那麻烦你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看着满怀真诚的歉意下面，却藏着别人最歹毒的心思。因为断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署名被抹消掉。因为有原画稿的电脑在对方手里，7月清我的账号又被更改了密码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，哪怕是那个时候被人泼了脏水，也无法替自己发声。他们怎么污蔑你的？当时我的小号上面有上传几张云之彼岸的原画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被直接挂到了论坛上面。那个时候的书粉就直接断定我抄袭了陆清武的画。当时的我被骂到消耗才了事。那时候的我声名狼藉，要不是蔓草收留我，说不定我早就出圈了。所以我才改了画风、画名，后来转到了我最不擅长的少女漫。所以我再也不想牵扯到这段过往里面去了。我说完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鸵鸟啊？遇到事情只会逃避。但是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子的噩梦了，我也不想让欣欣他们担心。然后我就被拉黑了，对方也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，断了所有联系方式。再见面的时候，他竟然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不是拿了奖就是好事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被云之彼岸束缚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别人还是会拿过去做对比。我也一直活在他的阴影里，就连你这个狗屁不通的小子，也跑过